小凡，好久不见。金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探望故人，顺便给你带些吃的。离开于都之后，我就去了合欢派的旧地逍遥涧。后来接到了鬼王的鬼王令，召我前来。见到碧瑶之后，我才知道你在这儿。又被鬼王抓了，真的是给师门丢脸。来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凡，你在于都城中仗义相助，护我姐妹周全，我感激于心。今日我并非来做鬼王的说客，我只是想劝你认真考虑一下，要不要留下来。鬼王有惜才之念，碧瑶又待你情深意重，再反观正派李寻等人，俱是些虚伪自私、嚣张跋扈之辈，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还不如留下来，更快意恩仇，逍遥自在一些。是啊，金姑娘，若这件事换作是鲸羽的话，你觉得他会背叛师门吗？自然不会。他最近怎样？是否来了流波山？鲸羽被你们魔教设计，身中受刑，已经被师门囚禁。怎会如此？鲸羽遭到师门重罚，被废去了修为。我一定要帮我这个兄弟查清原委，还他清白。试问，我又怎能负担背叛青云呢？既然正派都到这儿来了，便需在此地将他们一网打尽，顺便收走魁牛。如今青云、焚香与天音三大派高手齐聚于此，只怕实力强劲，难以一举拿下。无妨。昨日秦公子献计，我与宗主已经研究出一个万全之策，此次定可将青云众派一网打尽。青楼，你与金瓶儿配合秦无言准备陷阱，伺机行事。这陷阱该如何布置？还请鬼王明示。你只需听秦无言吩咐行事即可。有机，你和我带同碧瑶一起偷袭正派弟子。先生，还是由您负责用伏龙鼎收走魁牛。是。于都之事，无言只是奉命而为。我以茶代酒，还望妙公子原谅。不敢不敢，我可没有毒公子诡计多端、笑里藏刀的本事。我合欢派只是接了鬼王令，听从鬼王调遣而已。我也没有妙公子八面玲珑、巧舌如簧的能耐。听闻你一来就去见了张小凡，当真是正魔通吃啊！好了好了，数百年来我派内斗不休，才遭正派欺压。你们一个毒公子，一个妙公子，应当不计前嫌，携手抗敌。而如今宗主想重政教大业，否则我们仍是一盘散沙，最终一事无成。大哥放心，无言分得清轻重，定会跟金姑娘通力合作的。碧瑶，你们布设的陷阱如何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必了，你爹把任务交给我，我自会全力以赴，不负所托。是吗？那你们打算将他们如何？一网打尽，还是全军覆没？碧瑶，你是在怜悯他们吗？难道你忘了，
我们门派数百年来遭受正派欺压的怨恨吗？你忘了当年胡岐山枉死的那些英灵了吗？我没忘。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来杀你。圣使教训的是，那你就和秦无言好好布置吧。碧瑶被张小凡影响太多了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之前我跟了她一路，没少吃苦头。她是鬼王之女，从小被你们捧着护着长大。就她那任意妄为的骄纵性子，哪怕最后真的跟张小凡在一起了，他们两人也是不会长久的。碧瑶打小性情倔强，又有自己的主见。如果你真的想讨她的欢心，你就别跟她硬碰。不过，就连他失忆的时候，你都未能打动他。现在更是不行了，你错失机会了。小池镇那会儿，我是不想趁人之危，而非不能。否则，也没什么意思了。秦无言是在故意惹你生气，所以倒也不必理他。我才不会和他一般见识呢，我担心的是别的事。我已经见过张小凡了。鬼王既没有捆绑于他，又准我探望，所以不必担心。就是因为我们囚禁了他，我才十分烦恼。如果我爹的计划成功了，如果我们杀死了他的师父，就算带小凡回去又有什么用呢？以他的性格，他一定会恨我一辈子的。你想与他在一起，这样的局面你早该料到。那我宁可不跟他在一起。我也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静姐姐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怎么样？你们去魔教那边打听到小凡的消息了吗？别提了，师妹，半道上碰着了焚香谷的弟子，去魔教探查的。哎，我们本是好意说要帮忙的，可一听咱们要找小凡，立马吹胡子瞪眼，不让我们跟着。哎，说什么小凡与魔教勾结。怕我们同门师兄弟串通一气，背后再给他们一刀，我们差点没跟他们打起来。哼，这帮焚香谷的人造起谣来简直是没完了。下次要是让我遇见，肯定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。没错。倘若他们不是在造谣呢？老六，你是不是傻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们也不是不知道，小凡他极重情义，别人对他好一分，他便10分的回报。怕就怕他跟那个妖女真的有情。那不可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小凡喜欢的是咱们小师妹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其实也不算是胡说。师妹，你还记得上次的七脉会武吗？当时你赢了通天峰的申师兄。小凡看你的那个眼神，仿佛天地间就只有你一个人。我想，这就算是喜欢吧。师姐，你能不能不跟齐师兄见面？我不喜欢你跟齐师兄在一起，我不会撒谎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不可能，小凡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，我们就好像姐弟一样。而且，我跟齐师兄的事情，他还跟我爹求情呢，怎么可能喜欢我？你们肯定是误会了。误会什么呀？师傅，爹，没什么。师傅，有小凡的消息吗？是啊，师傅，师妹她都急死了。我已经得到了消息，有一批魔教的妖人，现正在赶往西边的山谷。如此异动，必有缘由。你们两个分头去打探一下消息。是。那徒儿先行告辞。灵儿，爹，老七下山的时候，已经都放下了。爹知道，你喜欢齐昊，那些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，否则，只能是徒增困扰，彼此尴尬。
实我一直都拿小凡当弟弟的，只怪我以前太笨了，看不到师弟伤心难过，害他受了不少委屈。以后我一定要对小凡好一点。是我，师妹。师妹，师姐，宋师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不是见你一个人绕到魔教后方查探，担心你，我就跟宋师兄跟了过来。鬼王宗戒备森严，贸然前往太过凶险，咱们还是先回去禀报师父，容后再设法救张师弟吧。是啊，师妹，我相信小凡，他不会向魔教屈服的。宋师兄，我也相信小凡，但他在魔教多待一日，就多一份危险，更会遭到同道非议，所以必须在魔教动手之前把他救出来。分头长，好，走。师妹，我逼问过魔教弟子，他说小凡就是被关在这儿啊。看这情形，小凡好像已经被救走了。奇怪，这里虽然戒备森严，但我们却轻而易举地进来，也没有高手阻拦，人都去哪里了？再过去就是你们的地方了，一路保重。谢谢，保重，保重。早知道碧瑶会让金瓶儿放了你。你跟秦无言堵在路上，就是等我落单了以后，再把我带回去。你们累不累？谁让宗主欣赏你，碧瑶喜欢你呢？累也没辙。你重伤未愈，咱们就不出手了。请吧。别废话。小凡，你就是那个魔教妖女？小凡，去！休杀我师弟！别伤他！
王，百年未见，剑伤可好？托你徒弟的福，若不是他采下了青云仙草，我这多年的旧伤难愈。原来这小子与魔教早有勾结。田兄，你们青云不似别的门派，歪瓜裂枣，青年才俊涌现。我愿与你们大竹峰修琴瑟之好。先将看好的女婿给你送回来。此战结束之后，张小凡也跑不了，他答应了，要再回鬼王宗来。就烦请田兄，先替我照顾好他。承让。走。师傅，你们俩闭嘴！若是之前你所言属实，那为什么来到流波山之后，又与魔教纠缠不清啊？爹，师弟是被抓走的，这不能怪他。是啊，师傅，您别生气了，都怪那伙焚香谷的人。合着他们将师弟当作人质，才让师弟落入敌手啊！那咱们都误会那魔女了，她冲上前是为了保护小凡。既然已是鬼王的乘龙快婿，那现在马上就给我滚！说话呀！怎么又不说话了？你们看看他这……师傅，您别生气。又闷葫芦了？不说是吧？行，那为师我说，咱们这定海庄、于都城之事也就罢了啊。当时情形危急，为师呢也没什么可说的。你是变通了一些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方才那种情况，为什么要护着那个妖女？师傅，碧瑶她不是坏人，她受死救弟子于危难。而且他现在也在试图说服他爹，让这魔不再起纷争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师傅，您的教诲，小凡不敢忘。苦海无边，尚且回头是岸；放下屠刀，尚且立地成佛。碧瑶这一生未曾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们作为正教弟子，岂能不分青红皂白就下杀手呢？师兄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维护魔教的朱雀圣石？幼姬从未伤害过他人，我等身为正教弟子，岂能不问缘由，就下杀手呢？师傅，小凡伤势未愈，又连夜逃离魔教，我想他……他一定是太疲惫，所以有点犯糊涂了。对，师傅。我看你是装糊涂吧。把他先扶起来。好。谢师兄。上官兄来此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自然是为了玄火剑的事。我与张小凡当面对质。
玄火箭一事，我已经问过小凡了。鬼王之女在夺你们玄火箭之前，小凡跟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是吗？那在黑石洞，他为什么要庇护狐妖，与我焚香谷为敌呢？上官兄，恐怕是你误会了吧？张小凡去黑石洞是为了救曾叔叔跟周小环，他一个做小辈的，不认识上官兄，恐怕把你误视为妖狐同党了吧？哎，上官兄，刚才我坐在这儿，还奇怪呢。上官兄，你作为焚香谷的长老，怎么居然连2个妖狐都收拾不了啊？还要拿这些弟子出气？上官兄，气糊涂了吧？你们师徒狼狈为奸，徇私护短，你这也配称为正教吗？你们罔顾同道，劫持我师弟在先，还有脸上门叫嚣，简直厚颜无耻！你师妹说得好。好了，都闭嘴！天师兄，你这明摆着是要护短呢。那我不得不提醒你，将来你的弟子成了鬼王宗的人，你可要小心，他从背后一剑要了你的命。不管张小凡如何，这都是我青云门中的家事，轮不到外人来管。不送。你既然放他走，为什么要跟过去？你不知道那危险吗？爹，我不知道是谁放他走的，我只是担心他才跟过去的。担心不是该去关他的地方吗？何必去山坡之上？爹，你刚才说什么鬼话呢？什么修琴瑟之好？那不过是个反间计。不管怎么说，张小凡也是青云出身，我不可能让他娶我女儿的。爹，那你不是陷他于欺师灭祖之地吗？我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执迷不悟。碧瑶，你是鬼王宗的少主，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。宗主，无言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如今炼血堂早已式微，长生堂不成气候，合欢派近乎隐退，唯有万毒门与鬼王宗成为各派正宗。我师父毒神素来对您推崇备至，而无言也早在数年前便从青龙大哥口中知晓碧瑶，爱慕许久，想向鬼王宗提亲。若宗主首肯，我当照看好碧瑶，护她一世周全。而且，万毒门与鬼王宗从此结为生死同盟，守望相助，振兴大业。秦无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当看宗主的意思。碧瑶，相比张小凡，你我同为总坛弟子，门第相当，我是真心的。我不管你真心还假意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杀了你！碧瑶娘亲早逝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听从女儿的心意。若她愿意，自无不可。只是看你目前的状况，仿佛还相差甚远。来日方长，无言定会努力争取。我们到此是为了共同对付魔教大敌，咱不能为了置一时之气，仓促离开吗？是啊，上官兄暂且息怒。啊，等我回到青云，一定禀明掌门师兄，要给你们焚香谷一个交代。我们现在当以大局为重，要一起共御强敌呀！我不是个是非不分的人，只是田不易如此包庇徒弟，实在令人忍无可忍。是啊，这张小凡的确是触犯了门规，我和田师弟也商量过了，我们会将他暂且收押的。这依我之见呢，
张小凡跟鬼王宗应该没有多大牵连，不然他也不会回来。我可提醒二位，咱们可不能中了魔教的反间计。鬼王都要把他当做女婿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哎，这话是怎么说的？鬼王分明是在挑拨，连这层蹊跷都听不出来，那这个人就是个傻子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天师弟，注意你的言行。上官兄啊，这张小凡我们已经暂时把他收押起来了，等此战过后，我们必定严加处置。我们青云处事从来都是公正的。这次有水月师妹跟着前来，是做个见证。我相信不会有人再徇私包庇，损害我们青云门的清誉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，天师弟？凡事都要讲证据，要以理服人。今日能救出张小凡，以至于对方没有拿咱们的弟子做人质，就已经是很有收获了。你们大家听见了吧？现在连魔教都不屑用。怕我们受伤。师姐，大竹峰现在怎么样了？除了你下山之后，每天都要吃六师兄做的超级难吃的饭以外，其他一切都好。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回去给你们做饭吃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小凡，你跟那个鬼王之女，不会是真的吧？我从不做有愧于心的事情。师姐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当然是相信你的，可是爹也是为你好。我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人是真心真意、不计一切代价对我好的。一个是师父，另一个是……谁呀？当然是你师姐我了。当然了，还有师娘和各位师兄，哦，还有鲸羽和小叔叔呢。算你识趣儿。唉，小凡，你下山真的成长了不少，变得很沉稳了。人总要长大的嘛，还要学会去面对更多的人和事。是啊，你倒是长大了，可是我却什么都没有变。师姐，能不变是一种福气吧，对不对？师姐，
你现在跟齐浩师兄还好吗？挺好的。而且，自从萧师兄回来以后，青云大小事务都由他来掌管，所以齐师兄有很多时间来陪我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说，等你回来以后，要当面好好的谢谢你，谢谢你当日为我们向爹求情。不用这么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小辉呢？小辉怎么样？他呀，几天住大竹峰，几天住黑竹林，自在着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去后山探望过鲸鱼，他已经得了世伯的真传，正在洗髓重修，很快就可以恢复了。太好了。小凡，家里一切都好，就差你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等我们回了大竹峰，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，每天练练功法，做很多很多好吃的。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张小凡逃离，我们原定的计划都已经被打乱了。设伏一事，须得从长计议。还好我留有后手布置，事到如今，只能先启用那枚棋子了。碧瑶用情太深，我只怕他那里还有变数。碧瑶虽然一心向着张小凡，但紧要关头，应该还是知道轻重的。宗主真的要答应万毒门的联姻吗？秦无言只是两面修好而已。一方面，他是借着万毒门毒神弟子的身份前来获取信任；另一边，因未曾获取天书，恐怕会受到毒神的重罚。一旦成为鬼王宗的女婿，毒神便会投鼠忌器而已。既然你早已看出他的意图，为何还要留着他？还有他用。况且他对碧瑶也并不会不利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再担心了。青龙为何不在啊？我已经派他去联络那人了。明晚按计划行事，但必须留下张小凡性命。肚子饿不饿？小凡，大师兄、三师兄，咱们来打个赌，小凡是想先睡觉还是想先洗澡，都可以下注啊！好，行，没问题啊。停，还有没有同情心啦？不要欺负他行吗？我们没欺负他呀。是啊，我是你师姐田灵儿。天地间，浩然正气长存，若想入我门下，一定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把药吃了吧，啊！好吃。办完事早点回来。这里面可是有咱们大师兄的老婆本呢。你回来的时候记得带礼物啊，说不定大师兄和小师妹都成亲了呢。家里一切都好，就差你了。我不能辜负师父、师娘、师兄、灵儿师姐。
老七睡了吧？应该睡了吧？可别再乱跑了，再跑到魔教的地界儿，我就真的没办法救他了。哎呀，爹，人家不是刚被放回来吗？好了，都早点歇着吧。不可再优柔寡断，不能再让师傅操心，给师门添麻烦了。碧瑶，只有这样，你才可以跟我跑出来。你又来劝我投靠你们。明日你就离开，不要待在流波山了，否则，玄火剑在鬼王宗手上，上官策拿不到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迟早会回来找你麻烦的。他们要找，就来找我，我是绝不会让我师父担责的。还有，青云是我的家，我绝对不会离开师门。那就随便你吧，总之我已经提醒过你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你不要再纠缠碧瑶了。你放心，为了保全碧瑶的性命，我不会再纠缠她了。为了碧瑶，此话怎讲？你跟鬼王说，让他保护好碧瑶。等等，你怎么会知道是我？这下，你总算可以放心了吧？青龙大哥不会杀张小凡，那你呢？你不想看看正道那些人，最后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样子吗？我才没有你那个心思，也没有那个时间。你嘴硬，心却是软的。你从小被鬼王保护得太好了，不知道这世上有些人，心肠比野兽更毒。他们要是抓了你，可不会像你这么网开一面。所以呢？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嫁给你吗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娶你。那你在我爹面前说那些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想娶你，但是我并不介意娶你。你觉得你跟张小凡之间是真爱吗？你看看他，说走就走。你再看看你自己。你觉得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信念，轮不到你在这说。我劝你最好赶紧跟我爹说清楚，否则我就……你就如何？杀了我？我说过，想看看你跟张小凡究竟能走到哪一步。正魔之间横亘了一道天堑，而你我之间似乎没有。你猜？如果张小凡知道你要嫁给我，他将如何呢？我不会让你看到那一天的。你说魔教会有所动作，就在今日。魔教胜券在握，恐怕有诈。你怎么知道的？
难道又跟他们联系上了？不是。是昨天晚上，魔教朱雀圣使幽姬来找过我，叫我尽快离开六波山。幽姬，师父，此次正魔交手，有鬼王坐镇，以弟子对他的了解，若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他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。恐怕正教当中亦有奸细啊。以你对他的了解，看来你很了解鬼王是吧？哼！师父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老七啊，长进了，有主见，更聪明了。不过，此事不能就此抹去，算是将功折罪吧。我得赶快去提醒他们。灵儿啊，看好你师弟，不能再让他下山去了啊。知道了。长大了。水月与苍松已经准备好了雷炎净世真诀，准备在魔教出去围捕魁牛之时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计中有计，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。是啊，我也是这样考虑的，所以我多加了一道设防，让阿相带领天阴弟子与陆雪琪一道作为援军。魁牛现身了，真的是魁牛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师姐，真的是魁牛出现了吗？是吧？不过爹让你在这待着，哪儿都不让你去。等魁牛之事过了之后才能出去。师姐，别说了，赶紧吃药，伤还没好呢。师姐，我没事，我是怕师傅真的出了状况，万一中了魔教的埋伏，那就麻烦了。你让我去吧。那也不行。师姐，你也怀疑我跟魔教勾结，对吧？那昨天那个魔教圣使为什么会来找你啊？是不是因为那个叫碧瑶的妖女喜欢你，怕你受伤，所以才让你先离开？就算是这样吧，如果我出现在魁牛那儿，他们是不是就会投鼠忌器呢？师姐，魔教做事变化多端，防不胜防。我觉得师傅他们可能真的会有危险，你让我去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让你出去，但是你只能远远的看着，不能靠近，要不然我爹又要骂我了。行，走。小凡，可算见到你了。听说你被鬼王宗抓走了，又放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位师兄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小凡跟魔教有关系是吧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阿相并无恶意，之前小凡失踪，阿相不惜得罪焚香谷的人，潜入其中，才知道小凡被挟持了。给你添麻烦了。别客气，这我没什么，主要是陆师妹，她找了你1天1夜呢，还去魔教驻地，打算去救你。幸好你已经逃出来了，所以有惊无险，大家都平安无事。那日，我不该留小凡一个人，是我做师姐的大意了。其他我们改日再续，先去协助师叔们吧。好。
师父！想跑？哎，上官兄，穷寇莫追，以防有诈。只怕这魔教还会再来，所以我们大家行事一定要谨慎。蒲公师兄，我们不如就在此处布置雷炎净世咒，等到我田师弟和水月师妹出现了，我们便共同出手，一举将这魁牛拿下。魔教妖人以为自己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可他想不到我们在此守株待兔，等到他们现身，我们便可启动法阵，将妖人一网打尽。好，我助你施法。好。青云以为他们是胜券在握，实则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这样倒好，免得我们上青云去杀他们。碧瑶，你若是不忍心，便不用过去了，在此欣赏我的安排便好。用不着你管。好了，我们也赶紧准备吧。哦，那黑乎乎的一团就是魁牛。我也没见过。哎，你不是鬼王宗的女婿吗？这都不知道？喂！好好好，我不说话。我担心鬼王也许还有后手，我先去看看。哎，不是说好了你不能去吗？我们去，你在这等着。听话，小凡，规矩点吧，别再给我们添麻烦了。小心，是毒虫！我们中计了，快撤！撤！
大家想办法快离开这里！曹叔，把你的雷炎击石咒赶快撤了，快！不行啊，师弟，现在蛊虫挡着，我控制不了法阵。这田不易本想将计就计，瓮中捉鳖，没想到最后却是作茧自缚。这法阵成了困住他们自己人的囚笼，这下怕是想逃。你给我闭嘴！张小凡。
张小凡的功力为何会如此厉害？小凡，碧瑶，别胡闹，走。怎么会用天阴功法？撤！老七，小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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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们最好解释清楚，为什么一个青云弟子会身具天阴功法？普空师兄，我倒是要问你，是不是你们把天阴派的弟子送到我们青云来了？你们究竟意欲何为？我说苍松兄啊，我们天阴阁和青云门同为正道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你们不要再争执了。除了天阴、青云两派功法之外，那张小凡最后身上出现的法术是什么？那不是咱们青云的功法，难道还有另一教修为？这可太有趣了！身具青云、天阴两派功法，竟然还会另外一种莫名其妙的法术，难道他是双面叛徒？绝无此事！田不易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要包庇徒弟？他明明就是个奸细，我不管他是哪一派的。总之，今天我要把他带回焚香谷，一定要问个清楚，偷玄火剑到底是谁的授意？上官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授意？难道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青云门还有人授意自己的徒弟去偷你的玄火剑？你不是在极力为他开脱吗？现在结果怎么样？你以为他真的是青云弟子，他一定另有身份？够了！哪怕他张小凡真的是叛徒，那他也是我田不易的关门弟子。他生是我青云的人，死是我青云的鬼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将他带回本门。是非曲直，将来我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但是今天谁要将他带走，便是跟我田不易为敌。这张小凡居然身具天阴功法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你们可敢肯定？
掌门，当时3派人等俱在，天音阁的普空看得非常清楚，的确是天音功法，这毫无疑问。天师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天师弟，你不是说过，张小凡在青云5年从未下过山半步，那他是如何掌握这天音功法的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张小凡作为青云的子弟，竟然偷学2派功法，这真是居心叵测，其心可诛。苍松师兄，我看先别急着给他定罪嘛，先把这件事情问清楚再说。事情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？本座身为青云的戒律祠主持，行事从来都是依照祠规。现在张小凡已犯下3重重罪，其一，勾结魔教，背叛本门；其二，庇护妖女，偷取玄火剑；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身上竟然有天音、青云2派的功法，体内还有一股灵力，不知道从何而来。掌门师兄，田师弟将这叛徒强行带回本门，已经激起同道中人的愤怒，该如何处置，还请你示下。田师弟，你怎么说？掌门师兄，各位师兄弟，你们大家可否记得他张小凡第1天来我青云时的情景？林惊羽被苍松师兄带走了，只剩下一个资质驽钝、没人要的张小凡。无奈，我只有将他收入我大竹峰门下。张小凡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，他铸下如此大错。掌门师兄若再袒护于他，门中弟子该作何想？水月师妹，我并非是要偏袒我门中之人。这2派的功法，本就是水火不能相容，即便是根骨上佳之人，苦练个3年5载，也不一定可以修得。哼，张小凡资质驽钝，砍一根黑竹尚且半年之久。各位师兄弟啊，你们真的能够相信这么一个资质平平的人，能够同时驾驭2派的功法吗？张小凡本来就是天音的奸细，前进我青云来偷学我们的心法，我想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吧。苍松师兄，你要这么说，这件事情就更加奇怪了。当年草庙村惨案，小凡的父母双双被害，难不成他天音为了让一名少年潜入我青云，就会下此毒手？即便当初他加入青云是个巧合，可难道就不能中途背叛师门，再去加入天音阁吗？否则的话，天音派为何将自己的心法传授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？天音什么目的，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弟子素来念及同门之情。陆雪琪师侄曾经跟我说过，小凡为了救他和曾叔叔，几次险些丧命。如果他张小凡真的是细作的话，他为何不弃之不顾？当日魁牛现身之时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张小凡可以不露面，可是他为了救我们大家，不得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当日的情景，恐怕在座的大家都很清楚。我们面临着全军覆没之危，若不是他张小凡及时出手相救的话，苍松师兄啊，你今天还可以坐在这里判他张小凡的罪吗？苍松师兄，我觉得田师兄说的对。依我对这个孩子的了解，张小凡秉性纯良，绝非伪装。说不定啊，他有什么说不出的原因和苦衷。师弟啊，你说的在理啊。若真是有什么苦衷，
你作为他的师傅，陪着他一路回来，难道这一路就问不出半句开脱之语吗？哼，他张小凡此刻就在殿外候着，要问什么话，他马上可以进来回话。张小凡，此次刘伯山有功，但功不抵过。为今之策，就是尽快想办法查清楚张小凡身上的天阴功法是从何处习得。掌门师兄啊，我已经问过了，这个弟子我十分了解，从小到大十分的执拗。他要是不想说的话，你就是打死他，他也不会开口的。不开口。既然没什么可解释的，那就说明他心里是认的。掌门师兄，张小凡所犯下的3大罪状，和林惊羽不一样。惊羽被人魔化，可以说是被奸人所害；可是张小凡这3条罪状，绝不是废除武功，将其逐出师门就可以解决的。那你打算如何处置？要处死他吗？我这个徒儿，我从小把他带到大，他的脾气秉性我十分了解。此次回到青云，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。如果我们像对待林惊羽一样，废了他的修为，赶出师门，掌门师兄啊，那我们如何向天阴阁，如何向焚香谷交代？我青云门中向来没有严刑拷打，如果再逼问下去的话，给张小凡的那只有死路一条。掌门师兄，各位师兄弟，你们大家如若还信得过我田不易的话，就将此事交由我田不易来办理。到时我一定将张小凡之事问出个究竟缘由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人也不必再见了。张小凡，依旧交由你来处置，不过，绝不可让他离开大竹峰半步。待刘伯山受伤的弟子救治完之后，再详细盘问。是。张师弟，多谢你在危难关头救了灵儿一命。只不过你与魔教牵涉太深，恕我不便替你求情，还请见谅。她是我的师姐，我自然应该保护她。齐师兄无需特意来道谢，更不必帮我求情。就算青云门上下所有的弟子都认为我与魔教有勾结，我与师姐一同长大，她也一定会相信我的。灵儿她单纯善良，自然会相信你。不过，掌门和各位师叔们，可就没有那么好糊弄了。掌门那边我自然会解释。
焚香谷与天音阁的弟子都已经撤走了。张小凡虽然破坏了宗主的计划，但也算重挫了3派高手，而且由于张小凡的缘故，使3派生出嫌隙，这也算是意外收获。只是这小子不识时务，此番回去青云，恐怕会落得跟林惊羽同样下场。青云正是用人之际，此时并不会重价责罚于他。况且，我看那田不易护图心切，定会使尽办法护他周全。若是青云对他不依不饶，让这小子失望，对我们来说，反而是好事。想不到啊，此子竟然能够抵御灵兽，真是大才。虽然现在还不能为我所用，但我看他与碧瑶情缘未断。绝千尺。这伤都还没好，怎么不歇着？师娘，我没事。内息紊乱，气脉受损，还逞什么强？上次信上说让你先别回来，是怕受人之事没有查清楚，你会受到牵连。师娘，那封信是你写给我的。你师父那犟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本来是想让你暂避一时，谁料想后面会闹出这么大的是非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当初让你早一点回来。师娘，这些是非都是我惹的，与你无关。这次的决定是我做的。下山这么久了，我也想家了。既然想家了，就好生歇着。别担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跟你师父会想出个解决的办法的，啊。师娘，我想给大家做饭吃，但是恐怕没有几次机会了。小凡，师娘相信你，在师娘的眼里，你永远就是那个师娘看着长大、善良又诚实的孩子。你和灵儿就好像是我的一对儿女，在流波山上，你拼了命地保护灵儿，和你师父一同回来。无论何时，不管旁人怎么说，师娘都相信你，绝对不会背叛师门的。足足1年了，我们大竹峰的人总算是聚齐了一次。大家都别愣着，
动筷子吃饭吧。吃饭。师兄，你们的脸怎么了？小凡，别问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没什么，和朝阳峰的人吵起来了，结果打了一架。为什么吵架？是为了我，对吧？好了，小凡，别问了啊，没事的。朝阳峰那伙人啊，平日就欺人太甚，回头我们就去找他出气。你们有完没完呐？张小凡，你下得一次山，可真是名剑出鞘啊！你看看现在把你给张狂的，把你给嚣张的，你是不是想凭借自己的功夫铲除我青云门呐？弟子知错，请师父息怒。知错？你师娘说，这儿女大了，就要去历练。可你看看你张小凡，现如今这腰板也直了，说话呢也不结巴了。想当年为师收你为徒的时候，那唯唯诺诺的样子，跟现在比起来，简直是判若两人呢。为师是该为你高兴呢，还是为自己难过呀？师父，我不是想惹您生气，可是我看师兄们为了维护我，受到这么多欺负，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今天的事情，你也看见了，大家伙都在为你背黑锅。老七呀，如果你觉得真是过意不去，那就把之前的一桩桩一件件，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清楚，给大家一个说法。好了，你就别再逼小凡了，让大家先吃饭吧。有什么事，吃完饭再说。师娘，是我不对，是我对不起师父和各位师兄，让他们为我操心失望了。可是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师门的事。小凡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大家伙啊都不会相信你去给那个鬼王宗当女婿的。哎呀，你掐我干什么？疼！你们还闹什么？好，小凡，你既然说你没有做对不起师门的事情，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说，你和鬼王宗绝无瓜葛。师父，无论小凡走到哪儿，都永远是青云门的弟子，与邪魔势不两立。既然如此，今夜你就下山，把那妖女的头给我带回来。